用传统爱跳沙道，下沙道较难，下死较难。亚当队哦，这把手标是亚当队，小朋友加油！ 这亚当操，我说啊，这个天皮对拍，这个摸赢，摸赢，啊，有人叫做放结束，放结束，放好结。 将各位信徒以及那个来宾哦，为了地头港小朋友，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这把手表是挂起啊，为了挂起啊，摸赢了啊，为了挂起啊。喂，来护山，看倒对护山哦。来，加油加油！ 那么热天气，感谢你们为我们这次义政大会上的演出完全无忘记哦，元年第一次这样为我们演出，感谢你们哦，感谢我们地头岛国小。这迷对这迷，好，这两个是女生哦，来加油，大力，来过来是白啊对白哈，白啊对白大，对，来拖下吹一下哦，讲了真好哦，来拖下吹一下，真好哦，小朋友你的头要小心啊。赶快过来洗米对洗米。 哦，这个翻山越岭啊，人讲飞沙牌就是这边飞沙爱飞过，还拖下吹一下吼，飞了真悬吼。啊，这代表一个含义，就是步步高升啦吼，步步高升啦。这嘛所标的是大刀对白吼。 来，最后一队，大刀对这边，小朋友休了，爱休了，快紧嘞！来，掌声鼓励鼓励。我说伊要来台北大吼，要来台北大。 啊，多少钱啊？咱再来报告一下哈，咱重新国小
哦，爱准备啊，吼，爱准备啊。啊，而且咧，感谢咱中央大学的管理委员会以及政务下咧，感谢哦，感谢咱头干国校哦，的所有教师团队哦，咱由咱校长到咧以及咱的家长会辛苦啊感谢你。因为摆的是白毛巾，白好龙门阵，白好龙门阵。来注意看，有一个白好入手，白好出手吼。即摆左边是过嘛，再来大小嘛。小朋友加油！声音喊出来。哦，白好入手，来哦，飞起来。白好出手。哦，我再做模样吼，我再做模样。第二道的模样，一般拢是加丝连环，啊无就是空手连环。哦，佮同款，佮来破城吼，再做破城。哦，佮出来就别摆八卦啊。啊，咱拍鼓的小朋友，你看拢无听话的，哦，嘛足辛苦的。咱抱声啊，吹一下好无？哦，哎呦，伊愈吹愈大力，哦。咱乐器组的吼，乐器组的非常的，哎呀，非常的辛苦哦，拢无听话。哦，即摆咧行八卦形吼。它要走一个米字形哈，大家注意看一下，你行一个米字形，啊，这样要来摆八卦，啊，八卦有两种，一种是先天太极卦，一种是后天，哦，藏门金锁定哈，啊，先天呢是伏羲大帝所创的，啊，后天呢是周文王，咱讲的文王卦。啊，即摆所摆的是先天卦，啊，先天卦，先天八卦阵哈，先天太极八卦阵哈。大小问，因为学校是教育单位哈，一般来八卦爱烧金放炮，啊，咱与这小朋友哦。是教育单位，所以不用去有这个仪式啊，哈，主要是传承啊，传承啊，让他们有认知，知道这个了解这个送香阵的意义啊，不一定要有那个宗教的仪式哈。来，跑下来，快一点好不好？啊，今嘛在对卦。感谢哦，感谢咱超工国校哦，咱超工国校。来，小朋友辛苦了哦，来，好啊，大声的，出来，结束啊。感谢我们的校长以及教练带领了我们的地头港国小历领我们柳营再天这次的
义政大会串哦，完全无忘记，非常感谢他们，大家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这么热的天气，小朋友那么辛苦，感谢你们了。哦，谢谢。哦，要拜庙啊，要拜庙。我小就这么要拜庙，准备要拜庙，爱起来啦。阿未出来，哦，歹势，伊今要来拜一个7000啊。哦，这就是后天卦吼，后天八卦。哦，第三道的模样吼，破城啊。哦，真正辛苦啊吼。再来要摆后天哦，八门金锁定吼，后天八门金锁阵吼。哦，咱爱讲的周文王卦啊。后天八卦，人坎正正，天雷坤兑。后天八卦。哦，咱真正非常感谢咱南头港国校吼，一般哦投票拜八卦拜一种就好啦，伊要甲咱排讲2种的，所以咱精神科家，所以咱先来吹一下，哦，好无？大家感谢一下。感谢咱教练吼，咱方先生方教练，国家无以精神，辛苦的积德吼。周文王卦呢，这是后天卦，它强调的就是四方四正，顺风顺甲啊。咱大伙报告一下吼，咱伫个戏台头前要一台轿车吼，麻烦来刷一下，吼，因为咱咧搭戏台啦吼。有2台吼，麻烦来刷一下，拜托一下。哦，即嘛是咧巡城，巡城，巡城，要个路程要回去。咱伫古代后壁物件有咧播义工以及咱的神佑机车咱大家信徒若有去，拢会使来参与咱即届的博杯博杯。讲本队，了要讲别队哈。回来原位。小朋友辛苦咯，加油，快完了。内科拢是白哈，中科是白，外科咧从外口的拢是来去。即马咧斗7000，内外7000，有人叫讲7000，你叫做7000八卦，七星八卦阵再来要拜拍天官，今嘛要拍天官，3支讲1支啊，有看无？我这嘛吹一下，还要非常的水再来接地灵，这种都有它的意涵在对卦，感谢感谢咱头班国校，来拜年。感谢我们碧螺港国小他的校长还有教练带领碧螺港国小莅临我们柳营拜天宴，非常感谢他们参加我们这次的义政大会串，完全无忘记，延年所
4元年举办的立春大会战，感谢他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地头港国小，还有地头港国小朋友请留步。